伫被翕到甲艺人阿翔有无正常的关系了后，引起着外界批评，演艺事业嘛全部停止。不过阿翔伫前几天已经正式来复工。21号呢，谢金嘛伫咧比70外天了后，第一开来召开着这道歉的记者会。伊除了向外界来回释咧，讲伊家己做了唔对的示范以外，嘛向阿翔甲阿翔的太太来回释咧。不过呢，被问到讲为什么要向阿翔来回释的时阵，伊强调讲，因为阿翔嘛是受到牵连咯，所以讲阿翔讲无需要搁再联络是对的选择。听起来好亲像是无想要伤害对方。郑重的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，真的非常的对不起。 真的很对不起。伫镜头后真回事咧，虽然说讲3届真歹势，比起来70外天，谢欣总算出来啊。我们就是犯了错，然后我真的对 Grace 感到很抱歉，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愧疚。甲阿翔的感情，互人逼出来了后，谢欣头一届正式对我说明，强调是要冷静落来，唔是要比。佮一直甲阿翔的某 Grace 回事咧，讲甲闹更甜，唔过无流目屎。为什么要跟阿翔道歉？ 因为他也同样受到牵连，我觉得我们都付出了代价。谢欣家己出来面对媒体，嘛强调甲阿翔已经无咧联络啊，不过看得出来伊也是咧维护阿翔。非常感谢我最深爱的老婆，然后她这么的努力，这么样子的陪伴，我们持续的朝着幸福家庭的路来迈进。他的说法是合理的，毕竟这样子对大家都好，就算被切割，我觉得他的选择都是对的。面对阿翔要甲伊撮合你，谢欣讲未来佫需要时间，互伊佫一届相信爱情。过去的师兄妹因为感情的代志了风波，即马拢出来说明回事咧，若要甲名声救回来，可能嘛拢真希望代志赶紧过去，互演艺事业恢复正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